in all fairness to them, they need us to survive. Without us, there's no way they can survive. So, but they've been very, very tough over a period of the last 50 years, actually. 特朗普喺中東戰場泥足深陷，今日連佢自己都話未知會打到幾時。咁但係呢個時候，佢又開另一個戰場——加拿大。冇咗美國，加拿大係咪真係無法生存落去呢？定係要翻轉過嚟睇？國際油價正係以極快嘅速度，再向住每桶$100嘅大關進發。油價再突破$100，對特朗普最睇重嘅美國經濟係一個極之重要嘅關口。原本美國通脹啱啱從5月份嘅4.2%高位顯著回落翻去3.5%，市場一片歡呼，認為聯儲局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加息壓力大大減低。結果伊朗戰火重燃，市場嘅幻想徹底破滅。喺美股估值處於高位，美國政府債台高築嘅背景之下，如果利率再度上升，金融市場將會面臨極大嘅劇烈震盪。更加致命嘅係喺過去幾年嚟壓制油價嘅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現在個庫存已經跌到係43年嚟嘅歷史最低點。戰略石油儲備係美國喺1975年中東石油危機之後設立嘅國家級緊急機制。石油儲存喺路易斯安那州同埋德克薩斯州數千尺嘅地下鹽洞裏邊，最高容量可以超過7億桶。2010年，美國嘅石油戰略儲備庫存高達7億2700萬桶，幾乎係填滿咁滯嘅。根據最新嘅數據，美國而家嘅石油庫存已經一路跌咗一半，去到3億桶左右。呢個數字最可怕嘅地方，佢係創下咗1983年，即係43年嚟最低紀錄。庫存容量只係剩翻唔到45%。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嘅時候，拜登政府為咗平抑高油價，直接向市場釋放咗1億8千萬桶原油。到咗今年美伊開戰之後，為咗阻止油價繼續衝破$120，政府又被迫繼續拋售近1億桶。咁雖然美國自身有頁岩油嘅產能，咁但如果中東戰事無限期延長，又或者霍爾木茨海峽完全封鎖，以目前剩翻嘅3億桶嘅儲備，以每日釋放200萬桶嘅速度計算，美國手上嘅儲備頂多只係能夠撐多150日。最恐怖嘅係，當你話你有3億桶儲備嘅時候，實際只係有1億5千萬桶，因為沉積喺倉底嘅油積聚咗幾十年嚟嘅雜質，質量相當之差，抽到都未必用到。原油裡面嘅重瀝青、石蠟同埋重金屬沉降喺儲存倉裏面最底部，呢層結塌塌嘅油泥隨時會堵塞抽油泵嘅過濾網，甚至係管道。前幾年美國政府幾次標售石油儲備嘅時候，油公司就已經埋怨過，買到嘅儲備原油毒性同含硫量超標，導致煉油廠管道被腐蝕，煉油成本大增。煉油廠甚至拒絕接收呢啲品質唔合格嘅倉底油。按住呢個邏輯，美國本土石油儲備唔係剩翻150日，而係75日。好啦，跟住好多人會問：乜美國唔係石油出口大國咩？點解而家講到咁嚴峻呢？咁簡單嚟講，美國出口嘅好多都係提煉過嘅石油，而唔係自己開採翻嚟嘅石油。咁即係石油加工。好多人有個錯覺，美國近10年石油大豐收，咁但係講緊嘅只係頁岩氣，咁即係超輕質甜油。呢種油好似水一樣，提煉成汽油好容易，咁但係提煉唔出柴油、航空燃油、船用重油同埋工業瀝青。咁仲有美國70%以上嘅煉油廠係喺頁岩氣革命之前建成嘅，專門用嚟提煉重質原油。咁呢啲油喺邊度嚟呢？答案係70%係靠入口。咁由邊度入口呢？主要4個地方：中東、加拿大、墨西哥、委內瑞拉。當中加拿大佔咗75%，係一啲都冇講錯。美國每日要由加拿大入口400萬桶原油。喺美伊開戰之後，呢個數字仲係不斷咁上升緊。嗱，講到呢度，大家可以反問翻：單喺原油入口呢個問題上面，美國冇咗加拿大，仲可唔可以生存落去呢？
咁當然，如果未到最差嘅情況，加拿大係唔會輕易斷絕供應石油俾美國㗎，因為石油出口係加拿大嘅經濟命脈，90%石油都係出口到美國。咁但係加拿大已經啟動咗石油出口多元化策略，因為唔能夠將所有雞蛋放喺美國身上。啱啱已經起好嘅一條新輸油管，連接到西岸嘅港口，直接將原油賣到去日本、韓國、中國同埋印度。除咗石油之外，美國同加拿大喺礦產供應鏈上面嘅整合程度極之高。如果將石油抽離，美國喺其他能源、關鍵礦產、工業甚至係國防安全，依然係高度依賴加拿大嘅。首先，美國係全球最大嘅核電國家，咁但係本土幾乎唔生產油嘅。美國核電廠所需要嘅油有25%到28%都係嚟自加拿大。而加拿大亦都係美國最大嘅油供應國。咁仲有加拿大利用豐富嘅廉價水力發電，進行咗大規模嘅電解鋁生產。美國每年高達70%到75%嘅進口鋁都係嚟自加拿大，因為成本比美國嘅鋁平30%，主要係用喺製造美軍戰機、裝甲車、汽車同埋日常嘅鋁用品。喺民生方面，加拿大擁有全球最大嘅農業用鉀肥儲量。美國農業肥料約有80%係依賴加拿大入口嘅。如果中斷供應，將會直接威脅到美國嘅糧食安全同埋物價。至於用喺電池同半導體嘅原材料稀土，加拿大蘊存量相當豐富。美國為咗降低對中國供應鏈嘅依賴，極度依賴加拿大稀土供應。美國國防部近年直接撥款資助加拿大嘅稀土同埋關鍵嘅礦產企業。咁仲有係天然氣。咁雖然美國自身嘅頁岩氣產量近10幾年嚟大躍進，咁但由於地理佈局集中喺南部州份，美國北部、中部、西部多年嚟都係靠加拿大天然氣供應嘅。美國每年進口嘅天然氣裏面有98%供應都係嚟自加拿大。仲有就係美國對加拿大電網嘅依賴。加拿大魁北克省同安大略省擁有龐大嘅水力發電系統，每日通過高壓電網向美國東北廣泛地區輸送廉價嘅電力。喺夏天用電高峰同埋極端寒冷嘅時候，呢啲美國大城市極之依賴加拿大電網支援，以防止大停電。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喺過去1年，美國 AI 發展搶走咗大量嘅電力消耗。如果要維持住民生用電穩定，加拿大清潔能源呢個角色變得越嚟越重要。喺天然木材方面，加拿大木材嘅質量全球首屈一指。加拿大係美國房屋建築木材嘅最大供應國。美國房屋建造所需嘅木材有大約30%係嚟自加拿大，而且質量比美國本土嘅木材堅硬耐用好多。只要加拿大木材漲價，美國本土嘅房價同埋起屋成本就會跟住上漲。The US and Canada are two of NATO's founding members. They have fought side by side in many conflict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in Afghanistan. 除咗喺物質方面，仲有好多人忽略咗㗎，係美國喺國防安全上面亦都相當依賴加拿大。北美防空司令部嘅運作對加拿大同美國都同樣重要。加拿大係美國本土唯一嘅北方屏障。美國抵禦嚟自北極圈俄羅斯、中國、北韓嘅高超音速飛彈呢啲威脅，全部係依賴設喺加拿大北極圈裏面嘅雷達站同埋2個聯合防空機制。咁樣可以解釋點解特朗普不停咁開到口話要佔領喺加拿大旁邊嘅格陵蘭。其實講到最後，加拿大70%嘅出口靠美國，加拿大冇咗美國，經濟一定會出好大問題。咁同樣，美國冇咗加拿大嘅資源，亦都要面對好大嘅挑戰。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絕對唔係單純嘅交易對手，而係大家都係坐喺同一條船，唇齒相依。所以下次當大家聽到任何國家領導人話自己有幾強大，其他盟國有幾依賴佢哋嘅時候，我哋只要細心翻查一下數據，就知道講呢類說話嘅人思想仍然停留喺幾百年前嘅舊世界。好啦，呢集 JW 檔案講到呢度，下集再見。